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囡仔求的得着，找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圣诗三角来吟圣诗146首，救主出声叫我，请起立来吟。甲是咱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一世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不得带阮入地狱，着叫阮脱离伊的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续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到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伊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交托，启应文第30篇，3九来启应。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叨位来？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上主。
伊袂互你跋倒，你的保护者袂拄面。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应允，在保守你。一时日头袂伤你，暝时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是咱三甲鸭头来祈祷。至元至尊至圣，阮的阿爸爸上帝，阮即时用感谢入你的门，也用懊恼入你的院。阮自即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求你接纳阮对罪的悔改，偷放阮家己的对家己的责备，互阮的心会当亲像全心的，清气无瑕疵，满满是完全的平安。阿爸天父，恳求你也压耳孔来听阮的恳求，偷放阮心底的重担，甚至找歹天使用吐气来为阮讲袂出来的愿望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阮上大的，也是阮独一的倚靠。透过你，阮才得到死亡的救赎、性命更新的机会。求你帮助阮，随时掠你做头，帮助阮甲你的连结若较深。就算是面对混乱、不确定的过去、现今，也是未来，也是蒙雾黑暗的路程，也会当照着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的心定着，无惊吓，互阮会当一摆搁一摆行过遮个纷扰困难，得到平安，也是失落艰苦以后，搁重新来喜乐。主啊，你对阮的恩典若较深，就互囡仔若感觉欠你太济，阮决意要来尽心尽意来听你，想要行出你的话语，做出你对阮上大的愿望，就是一定爱传福音，无论得时无得时，拢爱全无伫做，用百般的宽容、宽勉来责备、警戒、苛刻人。毋过主啊，阮是软弱的人，定定有信心退后，也是因为俗事袂记一个时，甚至有当时敢看到家己，无看到你的时，求你帮助阮赢过阮家己的肉体。真正同心来拍拼你所喜爱的传福音的事工。主啊，阮嘛要恳求你保守阮教会每一个兄弟，确实掠你做阮的头，互阮透过敬拜、读经、灵修、祈祷，甲你来结连，行伫你的道路无歪错，也帮助阮的兄弟团契。做伙互相成做集体，掠你是阮全教会的头，帮助阮教会来祈求共同的意向，带领阮教会行出你的意向，透过祈祷宣告，互你的真理真正运行伫真实的世界，互神你的国，搁一摆伫地上得到复兴。主啊，阮知你即时就伫遮。阮要用全心注信伫你，阮要将今仔日的敬拜献上互你，希望你欢喜来接纳。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求，主听。
向信歌队来献诗，因要唱的是充满我生命。圣经中讨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我来读提摩太前书第2章。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祈祷、求恩、祝谢，替遮的王甲隆重的官富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全恬静来过日，这是好，
搁得到接纳伫救咱的上帝的面前。伊爱众人得到救，也深知真理。因为上帝是一个，上帝甲人的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伊为着众人献本身，做退赎的价钱，有及时证明。因为安尼，我受设立做宣传的，做使徒，用信用真实做外邦的教师。我所讲的是真实，无白贼。请讲道，请本堂将牧师讲道，题目是祈祷会的总目标。咱搁再一遍，三个来感谢。特别阮感谢你，唱诗遐尼好一个清早起，互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知你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对阮的生命的起造总有真大影响。主，阮恳求你，互阮看到，主伫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话语要来引带阮伫每一工行出更较精彩的人生。愿你的话语伫即阵透过圣神来透白伫阮的内底，互阮领受你丰盛的生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特别迎接大家平安。咱对顶礼拜一，就是10月初3开始，咱教会灵修上的即个范围是教牧的书信吼。所以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吼，我拍毋着，两个拢变全书吼。甲提多书吼，即3卷册吼，即3卷册是强调吼，咱必须追求真道来辩驳错误的一个教导。第二，咱教会的领袖必须来正做信徒的即个典范。第三，咱治理教会甲选立即个教会的领袖的一个原则。教牧书信提供上帝的家就是咱的教会，伫即个混乱的世代当中，怎样用来徛在咱的骹步？面对济社会的挑战，咱用对社会来对国家来发挥基督徒应该有的属灵的影响力。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咱基督徒拢必须爱读的这3卷册，所以真简单，嘛无长。但是你还未加入咱的灵修默想的即个行列哦，咱的周报有 QR code， 你用扫 QR code 来加入咱的灵修默想的即个行列吼。每一天下早时6点，伊会传即个咱灵修默想的即个资料互大家吼。若即个扫袂出来吼，你会用礼拜三吼去找即个师行干事吼，伊会甲恁帮忙，会甲咱互恁会用加入即个。今仔日我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咱即礼拜5咱的灵修默想的即个范围。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伊处理教会内部迄个因为假的教师所引起的即个异端，假的教师讲一寡错谬的即个教导，然后呢，伊甲即个问题解决了后。第2章，伊开始去关心教会聚会的问题，所以伫教会聚会的混乱，会对即个教会带来更较大的危害，更较大的一个危机。所以保罗关心教会聚会的处事，第一个伊关心的是啥？就是伫咱今仔日第2章，咱聚会所读的，就是关系到祈祷啦。遮的祈祷，较毋是偏伫咱个人甲上帝的即个祈祷，是安那？是一个祈祷会的祈祷。所以咱的顺德长老甲即段的经文叫做啥？叫做祷告会的总目标啦，祈祷会的总目标啦吼。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我要提出三个重点，甲大家来分享。第一个，祈祷的必要，咱来看到。祈
基督徒用透过基督来影响即个社会啦。即段时间，大家拢足关心咱11月26号，咱年底赵合伊的即个选举啦。咱逐工来拍开即个电视媒体，咱看到的是啥？政党安尼斗来斗去，安怎讲即个谣言，安尼一世纪乱飞，然后咧，咱看到的是啥？是国际局势，安尼即国拍即国，乱七八糟，是无？所以咱真侪人对咱的未来，对咱台湾感觉真烦恼啦。疫情还未消失，即个国际的局势遐尼动荡不安的环境，其实咱今日所处的即个环境，甲教牧师信伊迄当阵所处的环境共款，咱拢必须面对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世代。当时即个基督徒面对一个搁较残忍的一个情形，就是政府的打压。当时罗马政府对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迫害，基督徒代表啥物意思？基督徒就是你逐工你必须面对迄个性命的威胁，你逐工毋知啥物时阵会去用命去关伫家落内底。遮的问题，遮的议题，毋若是教牧师是迄个时代，一直甲咱即阵一直来冲击咱基督徒，冲击着咱的教会。耶稣讲，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啦。即个光袂使伫咱的礼拜堂内底，伫咱的团体内底来发光。咱的光必须伫即个社会，伫咱的国家，伫咱的社区内底来发光。教会袂使甲即个社会来脱节。耶稣讲，基督徒是世上的盐啦。盐有一个真重要的功能，就是安那，用互物件袂安那防腐啦，袂即个害去啦。所以教会有责任，互即个社会袂阁继续腐败落去。若无，即个耶稣所讲的，比如盐若失去伊的味道安那，去用等伫外口，互人安那，互人伫来打来打。所以咱看到今仔日咱的教会，若袂使来影响即个社会，有一天社会遮的所有即个歹的即个观念，假教师遮的错谬的即个教导，都会安怎进入咱的教会内底，来影响着咱的教会。教会若袂使改变即个社会。咱就来参像即个失去味的即个盐啦。我们只有处于挨打的一个地位啦。咱基督徒到底伫即个黑暗的世代内底，咱要安怎来发挥咱属灵的影响力，来影响着咱所住的即个社区，咱所住的城市，甲咱的国家啦。面对罗马政府对教会的迫害，保罗是安怎劝基督徒？劝基督徒爱起来爱来即个反抗即个政府鼓励基督徒爱安那爱革命是毋是？也是勇敢爱起来来推翻政权。保罗所讲的毋是安尼。保罗甲即个当时的即个教会的劝勉，上时嘛是互咱今仔日咱基督徒的劝勉。伫读看咱书会所读的经文内底，第1节甲第2节，伊讲啥？所以我所劝勉的，第一就是替众人恳求基督求恩祝谢，替遮的王甲隆重的官府来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啊！保罗教咱的是安那？第一，华语圣经叫修身啦吼。第一是啥？咱爱面对即个黑暗的世代，咱爱甲基督放伫第一个上，为着众人来恳求，毋是安那可有可无啦。为着众人来祈祷，是每一个基督徒神圣的即个使命。咱今仔日，咱来反省的，到底咱的祈祷是毋是咱第一个会去做的代志？是咱的祈祷，是咱已经无啥物办法啦，咱所有的办法拢已经用尽啦。
都无法度解决的时阵，咱最后才选择来祈祷。基督徒伫咧行动进前必须来祈祷，祈祷了后，咱会用做真侪代志。若无祈祷，咱就无法度做任何的代志。每一个基督徒拢爱有即个原则，所以咱爱伫祈祷了后，才开始采取行动。伫遮，即个圣经内底恳求、祈祷啦、求恩啦、祝谢，这拢是祈祷。保罗伫即个所在，并毋是要甲祈祷安分类啦，这是祈求类的，这是祷告类的，这是代求类的，这是感谢类的，毋是安尼。保罗伫遮伊的重点是伫咧聚会当中祈祷。这最主要嘛，毋是讲着咱个人伫房间一个人甲上帝面对面咧灵修的时阵，遮的祈祷较偏向咱参像教会的祈祷会共款。所以伫教会的祈祷会内底，迄是外的，所以咱爱为着众人来祈祷，为着所有的人来祈祷。所以伫遮所强调的，毋是个人甲上帝建立关系，迄个灵修的即个关系。所以伫咱祈祷的时阵，咱祈祷的时阵，我相信即个咱的社会，咱会用来影响伊。韩国的基督徒有透早就起来祈祷的习惯。我所谓的透早是几点？你知无？会知4点半、5点半、6点半。4点半，你莫叫我4点半可能人足少的，10个人，教会可能牧师加会友无10个人，迄度一寡困袂去的咧祈祷。我甲你讲，韩国的祈祷是1000人、2000人咧祈祷，每一场逐工所以咧，这韩国迄个城市因为要配合基督徒遐早爱起来祈祷，伊的公车下早3点就爱开始驶。所以基督徒的祈祷，咱基督徒即个集体正人的力量，会用来影响着即个社会所以咱今日想到无办法来影响咱的国家、咱的社会，有但是咱的力量咱受少啦。再来，基督徒会透过祈祷来一个营造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环境。第二节伊讲啥？替家的王甲隆重的官府来求，互咱凡事敬虔端庄，通安然恬静来过日。君王甲一切在位的是啥物人？就是罗马政府啦，就是压迫遮的基督徒教会的罗马政府。君王是啥物人？君王就参像即个尼禄皇帝迄个暴君啦。为什么爱为着遮的人来祈祷呢？换做咱今仔日，咱就是爱为着咱的总统，为着咱的政府的官员来祈祷。咱知，咱毋是所有的人，甲咱目前的执政党拢共款的政治的立场。毋过，保罗直接甲咱讲，咱无因为政治的立场无共款。咱就无为着遮的君王、遮的政府的官员来祈祷，咱搁较迫切为着咱的君王、为着咱的总统、为着咱所有的政府的官员来祈祷。保罗教导咱，即个为着咱的君王、为着在即个执政掌权的人祈祷，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啥？互咱凡事敬虔端庄啦。敬虔是啥物敬虔就是因为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来表现出一个基督徒属灵的一个品格。端庄咧，端庄就是你正直的行为的表现啦。所以，伫咱基督徒所追求咱属灵的品格，咱必须伫一个安然恬静的环境来培育伊啦。所以有一个稳定的政府，用过一个即个安然恬静的日子是足重要的。伫即个犹太人被掠去巴比伦的时阵，上帝照着亚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有即个即款的教导。伊安怎讲？伊讲啥？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上帝，
对一切受掠的，就是互人对耶路撒冷受掠去甲巴比伦遮的人，遮的以色列人安尼讲，恁着起厝来徛起，做园来食伊的果子，娶某安那来生囝，查某囝，互恁的某娶某，互恁的囝娶某，互恁的查某囝出嫁。因为讲恁去到即个巴比伦的时阵哦，安那，迄个是拜偶像的所在，所以呢，恁着莫食、莫啉、莫安那、莫工作，毋是安尼。伊讲的是恁爱正常爱做家庭，然后呢来生囝，然后呢来生团济济啦。我所互恁受掠去迄个城，恁着都无伊的啥平安啦。替伊祈祷耶和华，因为伊得到平安，恁也对伊得到平安。所以伫遮咱看到，咱有为着咱所徛的即个社区，咱的城市来耶和华求伊平安无？真正时阵咱毋是安尼。咱所住的社区，咱所住的城市，有因为我即个基督徒踮伫内底，伊得到搁较恬静、搁较平稳的生活无？有当时毋是安尼，有当时基督徒伫内底，佮变成佮较大的即个纷争。因为即个假释，互掠去巴比伦遮的犹太人，甚至用安那，伫即个政府内底来安那做伊的官员，亲像以斯帖、以斯拉、尼希米、甲但以理遮的人啦。遮个人拢是伫即个因即个异教的政府内底积极认真来影响即个政府一个真成功的一个例啦。我相信咱南门教会，咱嘛有足侪咱的兄弟姊妹，诚做政府的遮的官员，诚做即个掌管的人，诚做老师。咱来为着遮个人，迫切来祈祷，互因伫因所徛的遮个位，互因用做以斯帖，互因用做以斯拉，互因用做但以理，互伊伫伊的职位内底来发挥影响力，来影响即个国家，来影响即个社会，来往一个搁较正确的方向来行，一个平稳、平安的一个环境。对上帝实现，伊迄个伊要拯救正人的计划是有利的，因为信徒可能伫伊内底，伊咧传福音的时阵，伊无受到即个踢界，伫咧即个乱世的时阵哦，若规个咱乱混乱的时阵啊，遮会假的教师，伊就用啊，对因来讲是一个温床啊，是个犯罪的温床。那浑水摸鱼，那参就即阵的诈骗集团，你知影即种诈骗集团上个遐尔猖獗哦？伊拢针对咱的需要，找无工作的，也是咧找着工作的，那敢一个月2万桶安尼尔。来，我甲你介绍工作，你去到我介绍你去个工作，一个月5万块到10万块。有当时你工作的遮个工人，伊受到伊的主管的压迫、剥削，公司剥削。那互人压伫倒，压落底。这诈骗集团来，我介绍你的工作，去做经理，互你管几百人，你要去无？无管足侪人去柬埔寨，你知道？所以遮个诈骗集团，遮个假教师讲，针对即个混乱的世代，一个无平稳安静的世代，安那开始来伫遐作乱啦。所以咱的祈祷用来影响到即个社会，咱的祈祷用来营造一个属灵的成长的一个环境。所以咱来得意伫遐个祈祷内底。有一个真少年的即个韩国的首尔大学的教授，伊每一工早起是5点固定去教会来参加祈祷会。伊讲哦，做着一个首尔大学的教授，伫韩国享受着其实无啥合理啦，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啦。伊讲受到遮人安尼甲你扑踏，真容易互人变成骄傲。对伊来讲参加早起时的祈祷会听伊安怎讲？一天开始进前，
伫上帝的面前，我会用谦卑家己，所以我会用伫一天的内底，会用搁较谦卑来对待人啦。咱有阵时吼，咱无参像即个首尔大学的教授共款，遐尼即个互人安尼中即个足悬的地位，毋过咱无遐尼悬，毋过咱就骄傲甲安尼要死。咱看到的是啥？咱是不是用透早时，咱就起来，咱训练家己伫上帝的面前，用一个谦卑的面前来祈求上帝的心意。一个大学教授，伊一工会用谦卑的心来对待伊所有的学生，对即个学校、对学生的将来，我相信拢造成一个真好的一个影响力啦。咱是毋是逐工嘛参像即个教授共款？咱安那每一工谦卑伫上帝面前，我相信咱伫咱的家庭内底，伫咱的学校内底，伫咱的职场内底，咱会用来影响着更较侪的人。照着咱的祈祷，咱会用来改变即个社会。这有当时是咱的即个社会的责任。搁来祈祷的基础是啥？为虾米咱来为着遮的所有的人来祈祷啊？到底为虾米？保罗谁来安尼来劝勉即个提摩太呢？因为祈祷的基础都是安那，这是上帝的心意。咱是毋是为着众人来祈祷？一个真好的问题，你爱定定问家己。但是上帝应允我所有的祈祷，这个世界会变甲更较好嘛？也是讲我好尔，别个人拢做衰话。若是安尼，你就无为着众人来祈祷，你就是无照着咱保罗的教示来。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安那？第一个爱记哩，伊愿意众人拢得着救啦。第三节、第四节，伊讲啥？这是好，搁得着接纳伫救咱的上帝面前，伊爱咱众人得着救，也亲在真理啦。所以伫第三节、第四节，咱有看到上帝心意，上帝心意。第一个，伊爱众人得着救；第二个，亲在真理啦。伫遮第三节，伊讲啥？这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因为为着即个众人、甲君王、甲一切掌权的来祈祷，完全符合上帝的心意。因为伊愿意众人得着救啊！所以直接看起来，咱的福音应该安那包括所有的基督徒甲非基督徒。为着众人来祈祷，为着君王来祈祷，为着一切掌权的来祈祷，遮的人有可能毋是基督徒，甚至对基督徒是安那对教会是一个足无即个友善的态度，甚至是一个仇恨的态度。但是教会的祈祷应该将因带到上帝的施恩的宝座前。对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来讲，无一个人是无伫伊的祈祷的范围内底。因为无人无伫即个上帝的听的内底，也无一个人是无伫上帝要爱伊众人得着救的旨意内底。上帝的旨意就是爱众人得着救。所以伫遮咱能看到基督徒的祈祷，你毋但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祈祷，咱嘛爱为着遐未信者的人来祈祷。当咱看到亚伯拉罕伊为即个所多玛即个城市来祈祷的时阵，伊甲上帝讲：若是迄个城有50个义人，你敢阁要甲灭亡啊？你无因为即个城有50个义人，就赦免即个城嘛？然后咱拢知影即个故事，50个人。到尾50个哪无呢？无45，然后呢，40、30、20、10，哇！咱看到亚伯拉罕甲上帝伫遐讨价还价，对无？所以是毋是咱看到到尾所多玛有互上帝灭亡无？嘛是灭掉去，连10个义人都无啊！咱看到的是毋是义人的人数若是增加，若是信耶稣的人增加？所多玛的命运就完全无共款，信耶稣的人来增加，咱的城市的即个命运是毋是就无共款？所以咱咧为着众人来祈祷，搁来人人拢爱认捌着即个真理啦。然后呢，5节、6节伊安尼讲，
因为上帝是一个，上帝甲人的中间，中保嘛是一个，就是做人的耶稣基督。伊为着众人献本身做退赎的价钱。他咧讲啥？请他愿意人众人拢得着救，爱讲着啊上帝敢一个尔。上帝两个甲众人得救有啥物无共？写啥啊爱提起这？咱若对另外一位的圣经，咱若对罗马书的第3章29节甲30节，伊安怎讲？啊是上帝独独是犹太人的上帝嘛？兼毋是上帝啊，兼毋是嘛是外邦人的上帝嘛？伊咧讲啥？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相时伊嘛是遐个未信者的人的上帝啦。因为上帝是一个，伊要用信承受甲礼的人做义，也要对迄个信称无受甲礼的人做义。即咧讲啥？受甲礼是指啥物人？犹太人。无受甲礼是啥？指外邦人。受甲礼是啥？咱基督徒。咱基督徒要因为信被称做义，然后呢，也未信的人，嘛要因为伊信，互上帝来称做义。所以上帝是只有一个，这个上帝是愿意外邦人甲这个啥犹太人拢安那得着救的上帝。所以这句话，上帝愿意众人得着救，是建立伫咱的上帝是一款的上帝。所以伫遮，这个上帝嘛是安那是一个中保。咱知中保就是伫上帝甲人的中间来完成咱互咱人甲上帝搁好的一个人，一个人。所以既然是人，所以伊讲这个啥，这个耶稣基督就必须成做人，就是道成肉体来甲这个世界。伊的身份是一个人。伊袂使是一个神，然后呢，伊安怎来完成伊做中保的即个任务呢？就是伊献上家己的性命啦。啥物是献上家己的性命？就是定死是十字架顶啦。所以一个基督徒，咱爱明白伊的真理，就是咱的耶稣基督为着咱被定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参像保罗所讲的，我毋知我所传的毋知别项，我只传咱的耶稣基督被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一个明白上帝真理的人，伊的性命必须有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安那上帝来死。十字架就是啥？对付迄个旧的我啦。十字架就是啥？放下家己啦。今仔日咱有认捌真理无？咱的心内底有，咱性命内底有。咱的教会有十字架无？咱若要互人明白即个真理，咱内底就爱有迄个十字架，即个世界才会改变，即个社会才会完全来改变。第三，咱的基督必须来带出一个使命。第7节，保罗安怎讲？因为安尼，我受设立做宣传的，做使徒，用信仰真实做外邦的教师。我所讲的是真实，无白贼。我相信保罗伫一遍一遍的祈祷的当中，伊看到上帝心意，就是愿意众人拢得着救。看到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互众人拢认捌即个真理啦。所以保罗伫祈祷的当中，伊将上帝的心意看放伫伊的心内，成做伊的负担，最后来变成一个使徒。所以，伫咧祈祷的当中，必须来带出迄个行动来，必须爱带出迄个使命啦。所以，即个保罗的使命就是啥啦？伊就要做一个使徒，伫信仰甲真理的当中，做外邦人的教师，来教导因来明白即个真理。这是保罗伫祈祷当中，伊所体验上帝的心意啊。咱有伫祈祷当中体验着上帝的心意。有人讲台湾教会是一个俄罗的教会，咱足爱安尼唱诗歌、唱圣歌，对咱俄罗用咱的歌声来俄罗上帝。日本的教会是一个神学的教会，啊那因足爱读神学的册，研究这个神学。韩国的教会一个基督的教会，所以韩国教会伊每一天基督徒用祈祷来开始因一天的生活，所以韩国的基督徒的比例真悬，30%、40%。所以这伫
即个毋若伫即个亚洲，甚至伫即个世界各国嘛是真排头顶吼，也是排头顶。这是啥那样呢？伫即个南北韩战争的一个时阵哦，即个北韩遮的军队哦，伫真短的时间，2个月时间，就去互即个北韩的即个军队哦，安那规个甲占领去吼，甲参照即个釜山即个所在一个防线。迄当阵拄啊是8月的时阵吼，雨季啦，是雨季，所以规个天空啊，那布满了乌云吼。北韩的即个军队咯，一步一步来逼近即个南韩。因的总统呢，伫即个釜山迄个所在呢，就来召开一个会。伊来叫所有的即个传道，所有的牧师拢集合伫伊一个所在。伊讲：恁来为着即个韩国，就是南韩，已经得要互北韩来灭亡去啊！你爱安那？爱为着这来祈祷。伊讲哦，咱的即个军力哦，已经无法度来抵抗即个北韩的军队啊。所以啦，最后即个防线若个安那失守，咱就随时会去互即个北韩来攻下来。伊讲我有请伫日本的迄个麦克阿瑟将军哦，派即个100架轰炸机要来轰炸即个北韩。毋过即个雨一直落，即个天气遐尔歹的时阵，即个规个天顶拢乌云大条的时阵，根本即个轰炸机就派袂出来。所以恁来为着即个政府安那开始来韩国来好好来祈祷。所以敢有上帝能帮助咱？哇！遮个传道啦，遮个传教士就自接的时阵，就开始安那同心迫切来敬食，来为着韩国来祈祷。当因咧开祷的时阵，安那哇，天就开啊，就开始好天啊！所以这个麦克阿瑟都要答应因派来遐个轰炸机呢，就顺时来去甲北韩迄个甲轰炸。几啊工了后，这个北韩哦，去互这个南韩哦，这个轰炸机哦，炸到哦，退转去这个北纬38度以北。然后呢，这个麦克阿瑟就伫这个仁川来登陆，所以这个韩国的传教者、敬者的祈祷，互规个国家来得着救。所以真正了后吼，这个韩国的教会就鼓励这个信徒爱祈祷，对透早一天的开始的信徒开始祈祷。所以祈祷，这个韩国的祈祷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因透早要去这个上班进前，哎啦，先去教会先去祈祷。所以咱看到迄个韩国的这个基督徒，哪来数字，哪来。我要讲的是啥？保罗伫伊的祈祷的当中啊，伊看到使命啊，看到伊爱诚做一个使徒，互众人拢得着救。伊爱诚做一个使徒，外邦人的教师，来互众人拢明白上帝的真理。韩国伫祈祷的当中，伊经历着伊的国家来得着救。祈祷的当中，伊看到上帝的大开来降临伫即个韩国即个所在。兄弟姊妹，咱每一次咱祈祷的时阵，咱看到啥？咱有看到上帝的心意无？咱有看到咱宣教的使命无？咱有当时咱看袂到。咱讲哦，教会有个温度计，就是安那祈祷甲即个啥宣教。每一个宣教的使命，必须对即个祈祷来开始啦。所以对一个教会的祈祷会，你能看到即个教会到底有火热无？即个教会伊性命的质有好无？一个教会的祈祷会，就若参像一个教会的一个发电厂共款。信徒对祈祷有偌热，就知影即间教会对即个社会、对即个社区的即个影响力甲气力有偌大。这是必须咱教会爱安那。爱伫即个祈祷会，爱伫咱信徒的祈祷内底，咱一直爱鼓励咱的信徒咧祈祷，因为带来咱整个咱南门教会的改变，咱的社区改变，咱的城市的改变。兄弟姊妹，咱看到咱今仔日所处的即个环境，咱是感觉安那作乱的，咱逐工安那作郁卒的，咱作惊的，咱作孤单的，咱作不安的，伫遮。我要用这段经文来做今仔日结束。
出埃及记15章23甲25节。伊讲啊呐，以色列人伫旷野时甲马来时，马来水袂啉滴，因为啥物袂啉滴？因为水苦啦。所以百姓就对摩西哀怨讲：阮要啉啥物啊？摩西求叫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伊一丛树，伊就迄丛树伫水里，水就变甜啊。咱遮看到咱两款人，一款是啥？百姓。一款看到啥？摩西就是因的领袖。百姓安怎看到水是苦的，看到环境遐尼歹，伊就安怎开始埋怨上帝，开始埋怨即个摩西。对着同款的情形，咱看到伊的领袖，看到伊的摩西，伊开始安怎？4个字，求叫上帝。一直埋怨袂互水变甜，只有求叫上帝，才会互即个水变成甜啦。所以伫遮咱看到，咱面对咱即阵黑暗的社会，咱只有安那，即几十个经文甲咱教，咱只有起来，亲像摩西共款，咱求叫耶和华啦。咱每一工看到电视伫遐埋怨，我甲你讲，还是袂改变咱所有的状况，水还是苦的。教会若要成长，基督徒若要发挥即个属灵的影响力，咱的国家若要复兴，都是爱亲像摩西安尼起来，呼求耶和华的名，互台湾即个土地对苦变成甜啦，互上帝会听上帝的福音，互上帝的真理，互上帝的荣耀遍满即个台湾即个土地。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即几十个经文内底，你搁再一遍来劝勉阮爱诚做一个祈祷的人。阮毋若爱为着阮的政府来祈祷，阮爱为着阮所为着正人的得救来祈祷。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爱正人得着救，你的心意就是要爱正人拢来认识你的真理。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搁再一遍恳求你来点导阮南门教会祈祷的火。互阮伫即个祈祷的当中，看见你要来复兴台湾即个土地，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信息三甲大音信息回应上帝的话，信息350首，求主施大恩，请起立来吟。我。
会众请坐。会众请坐。奉献，请戴任宽赖宁宁执事来书献。19来迎奉献诗歌，请起立。教会线照来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线请留落来，甲大家交易请安。第二，陈明东老师音乐见证会后礼拜日伫本堂来举行。当日第一场无第一场，第二场要提早伫早起10点就开始礼拜。请兄弟嘛会使利用宣传单伫1楼会使摕来邀请亲友来参加。第三，全教会灵修读经默想伫顶礼拜已经开始啊。爱请大家是来报名，嘛会使伫1楼摕逐工读经的进度甲灵修笔记本大家会使来写笔记。第四，幼儿园董事会后礼拜日第2场礼拜线伫副堂的会议室召开，请董事准备心。第五，圣诞庆祝会甲爱餐今年是伫24号12月24号圣诞暝来举行。要邀请大家做伙来斗相共阮有分几个组11月就要开始来圣诞的布置，阁有庆祝会，阮有场地的经理，阁有接待，阁有圣诞爱餐阮要备餐，阁有善后来款上下尾的动工，欢迎大家嘛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会使伫楼骹的公布栏来报名。阮各组的负责人会甲你来联络。若是恁有想到啥物会使加做的，嘛会使来写，来提供意见阮10月要做即件代志请大家来斗相共。第六，管区的派出所提醒讲，附近的社区最近的贼头较济。所以大家暝时来教会聚会的时阵，爱刷手大门关起来，1楼大厅的电火互伊是光的，莫大家关起来。
团契的消息，今仔日少年团契伫张牧师馆来举行，教界的消息甲大岛的事项，大家家己来参见周报。煞接请张牧师来补充。我有听讲今仔日有我以前足久的会友，毋知坐伫倒位吼，回访这甲周慧夫妇吼，即对夫妇是我伫面出来时阵，迄已经20-30年前吼，甲因证婚的吼，真欢喜伫台湾相拄，看两礼拜刷咱遮好好来开讲吼，欢迎恁来。毋知还有我需要介绍的人无？好。若无我简单来，请咱会记哩后礼拜10点开始一场尔吼，请咱恁会通利用咱路口印一寡这宣传单啦吼，提醒你是后礼拜10月16正明堂的10点开始，你嘛会通邀请亲人用这个宣传单，甲因提醒吼，请伊来参加后礼拜10点一场尔吼，正明堂音乐见证会，这是咱7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第二项就是真歹势，今日袂记哩写伫周报。后礼拜咱双连堂会要开例会，10月的第3礼拜，所以正明堂音乐见证会了，请双连团给留咧，咱要继续来开例会吼。这个是无写伫内底。最后一个就是咱伫拜五有一个真精彩的演讲，就是刘晓婷老三的演讲，咱教会有甲录影起来。所以你转去，即马你为 YouTube 去拍台北南门教会10月初7的老三的演讲，非常精彩的演讲。伊伫遐介绍一下最近疫情以后写的这本册，有31个问题，包括个人的情绪，包括咱甲上帝关系，包括为什么好人会拄着歹代志，这是足好的一个讨论的这个题目。我昨昏摕到有小仔甲读一下，感觉真有意思。除了咱团契会通使用，咱家庭甲你的囝儿、孙仔会通做伙用这本册。人的自我形象是安怎塑造出来的会通伫遐做一个小组的讨论。这个因为这新书推广，伊留50本伫咱教会。所以咧，如果你若需要1本200块伫楼骹的所在，你即摆去册店大概250个款啦吼。所以拄好遮出来的新册我来推荐也请你先听伊的演讲了来买这本册，我想对咱的家庭、对咱的信仰拢真有帮助吼。所以需要的时阵，咱伫柜台遐有一本册希望咱大家好利用用这来互咱的家庭搁较幸福，对上帝的关系搁较亲密。多谢咱大家。信息399首，愿上主大人爱。唱线请张牧师来祝祷。我。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人间大家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散会。